看一则意外的消息，这是国道1号杨梅的休息站，昨暗的时阵呢，有一台电动车去弄到分隔岛转火烧车，落尾呢是造成4个人死亡，4个人受伤。迄当阵有其他的车辆去翕到事故的画面，看到这台电动车呢是完全拢无打动的。这车祸的原因，即马是还在调查。 民众的车一路开伫国道1号，无偌久，行车记录器清楚录到边仔一台要入去杨梅休困站的电动车，直接弄到分隔岛，弄到情形，画面是真惊人。因看到事故车辆完全无动车，车弄到了后是导火，警消接报了后，赶紧到现场来救援。车上总共2大6小，那分别送西加医院。现场因为电动车有起火燃烧。 所以我们在消防队灭完火之后，会做详细的物料，然后并做后续的搜证。车头弄甲是密密麻麻，也有热心民众看到了后，赶紧到3工来拍火。警消甲车顶2个大人、6个囡仔救出来，分别送去急救。因为南靠中间是北台湾上大的外伤中心，有5个囡仔要送到这抢救，不过8个人内底也是有4个人不幸死亡。第3位是在大约10点03分来到医院，他是一位2岁的男童，那么他有严重的颅内出血。 所以目前状况，他已经在急诊死亡。警方调查，开车阿某坐伫头前，6个囡仔内底有3个是家己的囡仔，也有亲戚朋友的。3个囡仔2日早起，倒来到案发的所在，超载造成事故的车已经小可剩车骨。调查人员进行调查，为了知影这导火原因。你肩头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一个是这边，你两条虚线都不见了嘛，肾很宽大。对。 那他就没办法辨识，对，就没办法辨识。杨梅休困站启用3年啊，已经传出5人死亡，1人受伤。有民众认为讲，可能甲入去杨梅休困站的道路设计有关系，建议交通单位应该爱检讨调整设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